臂不将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臂不打盹，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他在你右边荫庇你，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眼前月亮必不害你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要来共读的经节是记载在诗篇第124篇第1到8节。在共读之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在美好的清晨让我们与你相遇，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目、耳朵和心灵，一起来攻读你的话语，让我们都能从聆听你的话语作为今天一天的开始。主啊，我们也要将以下圣经共读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，让说的及听的都能蒙福。我们再次献上感谢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诗篇第124篇第1到8节，以色列啊，你说吧，要不是上主帮助我们，会怎样呢？要不是上主帮助我们，那么仇敌攻击我们，向我们发烈怒的时候，早已活生生地把我们吞下去了。洪水早已卷走了我们，浪涛早已淹没了我们，急流也早已把我们冲走。我们要感谢上主，因他没有让仇敌毁灭我们。我们像鸟儿争夺猎人的罗网，罗网破裂，我们得到自由。我们的帮助从上主来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一诗篇从一开始，大卫就带领着百姓重复的宣告：要不是上主帮助我们，要不是上主帮助我们。其实这句话不是夸张，而是生命的真实见证。以色列人曾经经历过无数的危机，拥有外敌的侵略，或者是内部的混乱，或是资源的缺乏。每一次，他们都站在几乎快要灭亡的边缘。经文说，仇敌攻击我们，向我们发烈怒的时候，早已活生生地把我们吞下去。而这里的吞，其实并不是慢慢的消耗，而是瞬间的毁灭，像猛兽扑食一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人生的写照。人生有时候问题来得太快，可能会突然的疾病，或是家庭的冲突，或是经济的压力，或是心灵的低谷。有时候我们也常在心里说，我真的快撑不下去了。但是诗人也提醒我们，你今天还站在这里，本身就是神的恩典。诗人也用另外一个比喻来形容困难，就是波涛漫过我们，河水淹没我们。这个河水它并不是小溪，而是洪水。那么洪水它的特点是，第一，无法控制；第二，来势汹汹；第三，一旦卷入就难以脱身。这个狂傲的水代表那些超过我们的能力的事情，不是你努力就能够解决的，
也不是你事先计划就能避免的。就像今天的新年光读经里面这位作者所分享的，在去年9月23日，花莲县光复乡马太安溪上游的堰塞湖溢流，从堰塞湖溢流的洪水力道的强劲，瞬间冲毁了马太安溪桥，桥面整个断裂，然后被大水给冲走，使东部南北向干线台九线的交通受阻。更严重的是，洪水泥流瞬间涌入光复地区，导致许多家户一瞬间被淹没在洪涛泥流中。所以一旦有洪水，有这样的一个洪涝的水出现的时候，真的不是我们的能力所能够解决掉的。但是这篇诗篇在第6节就突然出现了转折。我们要感谢上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让仇敌来毁灭我们。这里让我们看见了一个重要的真理，就是神的拯救不只是带我们离开危险，更是保守我们不被吞吃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没有发觉，其实神已经替我们挡下了许多看不见的危机。我们来回想看看，你是否有曾经差一点点就发生了意外，或者是差一点点就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，或是差一点点就走上了一条不该走的路，但是呢，却刚好的避开了。其实那不是刚好，那是神的手，那是神在动工。就像新人光这位作者所分享的大安教会，在浩大的泥流来袭时，正好首当其冲。那原本应该会造成很严重的一个灾情，但是感谢上主的是，因为上主的同在与赏赐智慧，让早期计划建堂的牧者有远见，把地下室挖出来的泥土用来垫高教堂的地基，使众人深深体会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的真实。纵使大量泥流从教会大门前流过，但却未漫入教堂，让大安教会得以成为东中教社部的救灾中心，并且能够与1919救助协会协力的帮助信徒及邻近受灾户重整家园。然后这篇诗篇在第7节又说，我们像鸟儿挣脱猎人的罗网破裂，我们得到自由。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画面。这小鸟一旦落入到网中，几乎是没有能力可以逃走，因为它的力量太小，但是网罗却太强。但是经文里面有说到，网罗破裂，我们得到自由。这部分要注意一下，就是其实这不是小鸟靠自己的力量挣脱，而是网罗破裂了。这也提醒的我们，拯救不是因为我们够强，而是神使捆绑我们的东西失去力量。也许有人会被罪恶来捆绑，会被习惯来控制，或是情绪来压制。你可能以为自己也走不出来，但是神却可以让网罗破裂。所以在这篇诗篇的第8节也给出了一个答案。我们的帮助从上主来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。在这节经文中有带出了3个关键。第一，帮助的来源从来都不是人。你所依靠的不是关系，也不是金钱，更不是你本身的能力。第二，帮助是来自神的名。神的名代表他的本性，是信实的，是全能的，
是慈爱的。第三，这位神是造天地的主，他不只是宗教中的神，更是掌管万有的主。所以如果神他能够创造天地，他自然也能够介入你的生命。所以这一篇诗篇第124篇其实是一首见证之歌，他邀请每一个人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，我早已不在这里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可以来思想，神是不是有曾在哪些时候帮助过你？有在哪些时候你以为是巧合的事情，其实是神的保守与看顾？你现在正面对的困难，是否愿意交托给神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承认，若不是你帮助我们，我们早已被困难吞没。谢谢你在我们看不见的时候，仍保守我们。谢谢你使网络破裂，使我们得自由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不再依靠自己，而是全心依靠你的名。无论今天面对什么洪水，求你成为我们的拯救与力量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们。保护你的庇护大盾，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他在你右边引领你，白日太阳你不伤你，夜间月亮你不害你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大声声唱诗，歌颂他的名，他名是耶和华，要在他面前欢乐。他做孤儿的父，寡妇的伸冤者，叫孤独的有家给仇的出来相扶。眼神兴起，使仇敌四散，叫那恨他的人如烟吹散。唯有一人必然欢喜，在神面前高兴快乐。世上的列国要向神歌唱，歌颂那自古驾行诸天地上的主，他的威荣可畏，能力显于穹苍，他将力量和权能赐给他的百姓。眼神兴起，使仇敌四散，叫那恨他的人如烟吹散。唯有一人必然欢喜，在神面前高兴快乐。眼神兴起，使仇敌四散，叫那恨他的人如烟吹散。唯有一人必然欢喜，在神面前